記錄下我一條可能16-17分鐘嘅片，究竟我要錄幾耐？OK。上星期舉行嘅 Imola 站，當大家以為會係繼續係上星期舉行嘅 Imola 站，當大家以為會繼續係麥拿倫領放，連我出嘅片都話麥拿倫贏咗90%嘅時候，維斯塔本同埋紅牛竟然吹起咗反擊嘅號角喎！除咗起步呢一下超靚嘅外線爬頭之外，幫自己奠定咗勝利嘅基礎。更重要嘅係，今場唔似喺日本站咁樣，純粹因為賽場難爬頭，令到後車就算快都爬唔到，而係維斯塔本嘅紅牛，成場比賽速度都係拍得住麥拿倫嘅，甚至係比麥拿倫更加好添。再加上今場嘅 Virtual Safety Car 同埋 Safety Car 時機對維斯塔本有利，令到佢嘅冠軍變得比想象中輕鬆。咁究竟紅牛係唔係實力翻咗嚟呢？定係只係呢一場限定呢？抑或係麥拿倫出咗啲咩問題呢？咁我哋今次嚟睇下啦。咁今集就等我哋嚟睇下啦。咁不過開始之前，我哋有個重大消息啊，就係sorry 太激動太激動啦！冇錯，就係都講咗好幾年，由畢比特主演，有咸美頓監製嘅。sorry 有啲太激動啦！冇錯，就係都講咗好幾年，由畢比特主演，有咸美頓監製嘅 F1 電影將會喺6月26號上映，而我哋 Live Show 都會喺當晚搞一場包場睇戲嘅活動，我哋係會喺 IMAX 影院一個400幾人嘅影院一齊睇嘅。咁而家已經公開發售緊㗎啦。如果有興趣同我哋一齊睇戲嘅話，可以去資訊欄裏面嘅報。咁而家已經公開發售緊㗎啦。如果有興趣同我哋一齊睇戲嘅話，可以去資訊欄裏面嘅報名連結報名以及了解詳情嘅。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啦。另外都想再次宣傳下我9月嘅 WEC 日本團嘅。咁現時仍然都有幾個位嘅，希望大家都可以踴躍支持下啦。因為呢個都真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嚟嘅。因為呢一個真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能夠近距離全程觀看呢一個越嚟越受歡迎嘅比賽。咁今次重點係會包 Circuit Safari 賽前嘅 Grid Walk 以及星期日嘅。今次嘅重點係會包 Circuit Safari 賽前嘅 Grid Walk 以及星期日嘅 VIP 包廂嘅 pass。今次嘅重點係會包 Circuit Safari 賽前嘅 Grid Walk 以及星期日 VIP 嘅 pass。今次嘅重點係會包 Circuit Safari 賽前 Grid Walk 以及星期日 VIP 包廂嘅 pass。如果有興趣嘅話，就記住揾我，或者直接揾合作旅行社 Global Linkers Travel 查詢。啦。話說喺足球比賽有所謂嘅一戰定江山呢個講法，即係一個入球分出勝負咁解。而今場嘅發展都可以用一戰定江山嚟形容啊！本來排第2嘅維斯塔本成功喺第一個彎外檔超越 Piastri。
本來排第二嘅韋斯塔本成功喺第一個彎外線。本來排第二嘅韋斯塔本成功喺第一個彎外檔超越 Piastri， 就咁樣奠定咗個勝局。因為 Imola 呢條賽道咧，如果賽車速度相若嘅話咧，錯字添。賽車速度相若。因為 Imola 呢條賽道，如果賽車速度相若嘅話咧，爬頭實在係太難啦。咁所以韋斯塔本呢一下嘅爬頭，基本上咧已經幫佢贏過呢場車㗎啦。其實佢嘅起步咧就唔算好嘅，甚至喺直路嘅中段咧已經係落後咗起步最比起步最好嘅羅素添。咁但係可惜羅素當時坐博士啊，咁令到佢只能夠提早收油。咁但係佢嘅好起步咧，其實都影響到排頭位嘅 Piastri 嘅，因為佢就係要防守羅素，所以就要專注防守內線，導致佢冇喺入彎之前翻去外線，即係個 racing line 嗰度頂住韋斯塔本，想用中線入，咁咧就俾韋斯塔本一個進攻機會啦。佢超遲 brake 佢超 late brake， 然後佢超遲剎車，同時成功入彎，令到自己嘅賽車喺個 chicane 嘅第二個彎之前已經同 Piastri 平排，同時亦都佔據咗下一個彎嘅內線。咁呢個時候，只要佢唔喺下一個彎失控咧，就能夠完成個爬頭㗎啦。咁結果都係咁樣。咁呢一個咧都可以話係阿 Max 嘅拿手好戲嚟㗎啦。記得喺2021年嘅墨西哥站嘅 T1咧，佢都係咁樣一下子從第三上到第一。咁呢一下咧都只能夠話係阿 Piastri 嘅火候都係未夠老練啦。但係其實佢都應該會知道阿 Max 可以咁樣偷襲嘅喎，因為舊年嘅意大利站 Piastri 自己都係用差唔多嘅線路喺第一圈超越隊友羅里斯。另外佢喺沙特阿拉伯站都係差唔多位置嘅情況之下，佢可以狠下心腸去逼佢可以狠心逼韋斯塔本出去。而事實上咧，當時處於內彎嘅 Piastri， 就算真係逼咗韋斯塔本出賽道咧，都未必會被罰嘅。你睇下邁阿密站阿 Max 同埋羅里斯第一圈就係咁樣啦。咁只能夠話，可能 Piastri 呢一刻嘅心態都變咗啊，因此冇將所有嘅籌碼全部壓晒喺 T1 嗰度。咁始終呢個時候嘅 Piastri 係車手榜嘅領先者，賽車亦都理論上係最快嘅，而且佢現時最主要嘅競爭對手係隊友羅里斯，而唔係阿 Max。咁所以佢更加冇喺 T1 同對手搏嘅迫切性。而且可能佢都會諗起上一站邁阿密阿 Max 大。而且佢都可能會諗起上一站邁阿密。而且佢都可能會諗起上一站邁阿密，韋斯塔本帶出之後，佢能夠追翻上去，咁今場都應該可以啩？咁可能就係呢一啲想法，就令到 Piastri 失去咗呢一場嘅先機。坦白講，我能夠想像到，如果位置調換嘅話，韋斯塔本肯定係會將個內線守得更加死嘅，然後喺出彎嘅時候用慣性飄得更加外，令到後上嘅賽車要收油或者上沙地。咁無論結果係點樣，無論如何都要保住個第一位。Piastri 自己都話已經吸取咗今次嘅教訓。Piastri 自己都話今次嘅教訓咧，佢會好好吸收㗎啦。咁睇下佢會唔會對 Piastri 自己都話今次嘅教訓佢會好好吸收㗎啦。咁睇下下次佢會唔會對阿 Max 更加狠啦。但係今次佢的確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因為今次同上一集唔同啊，阿 Max 好在我大開咗啦。Piastri 死追反而因為亂流而令到佢嘅胎耗增加，令到佢同埋車隊決定提早換胎玩 two stop。但係結果大家都知啦，完全係錯誤嘅，因為佢落後咗，俾一班未換胎嘅車手拖慢咗。
因為佢落後咗，俾一班未換胎嘅車手拖慢，反而一直未換胎嘅維斯塔本呢就能夠保持速度喎。中胎嘅損耗未如預期，冇辦法 undercut。之後再加上 VSC 嘅時機，令到阿 Max 進一步拉開到。就算之後有 safety car， 兩部麥拿倫都冇辦法追到阿 Max， 令到佢順利獲得今年嘅第2勝。咁但係其實撇除佢喺 T1 嘅，咁但係撇除佢喺第一個彎嘅爬頭咧，咁但係其實撇除佢喺第一個彎嘅爬頭以及 VSC 嘅時機好。咁但係其實撇除佢第一個彎嘅爬頭以及 VSC 時機好賺時間之外，阿 Max 嘅速度其實都足以佢。咁但係其實撇除佢喺 T1， 咁但係其實撇除佢喺第一個彎嘅爬頭以及 VSC 時機好賺晒時間之外，阿 Max 嘅速度其實都足以佢贏車㗎啦。咁究竟佢嘅反擊號角係咪已經吹響咗呢？喺過去嘅6站海外比賽，我哋知道麥拿倫最大嘅優勢就係佢哋能夠減低胎耗，喺比賽能夠一直保持速度，拋離一眾有胎耗問題嘅對手。咁呢個優勢喺上一站炎熱嘅邁阿密站都係更加明顯嘅。咁喺呢一場 Imola 站，其實比賽嘅時候賽道溫度都好高㗎。咁但係呢一場 Imola 站，其實比賽嘅時候賽道溫度好高㗎。咁點解佢係會俾阿 Max 完美擊敗呢？除咗阿 Max 一早帶頭嘅優勢之外，我哋都唔能夠忽視今場紅牛賽車嘅進化嘅。咁喺呢兩場比賽期間，紅牛係帶嚟咗幾項嘅 upgrade 嘅，包括有新嘅 floor 啦，側箱設計有個 upgrade 啦，另外都有一個 upgrade 咗嘅後 suspension。據佢哋自己所講，呢一啲嘅更新咧係有效減低咗輪胎過熱嘅問題嘅。咁的確比較阿 Max 以及兩部麥拿倫比賽時候嘅圈速，維斯塔本一直都能夠同兩部麥拿倫叮當馬頭。咁的確比較阿 Max 以及兩部麥拿倫比賽嘅時候嘅圈速，維斯塔本一直都係能夠同兩部麥拿倫叮。咁的確比較阿 Max 以及兩部麥拿倫比賽時候嘅圈速，維斯塔本一直都能夠同兩部麥拿倫叮當馬頭。咁的確比較阿 Max 當我哋比較阿 Max 以及兩部麥拿倫比賽時候嘅圈速嘅話咧，當我哋比較阿 Max 以及兩部麥拿倫比賽時候嘅圈速嘅時候，當我哋比較阿 Max 以及兩部麥拿倫比賽時候嘅圈速，維斯塔本一直都係能夠同兩部麥拿倫叮當馬頭㗎。就算係同測。咁的確，當我哋比較阿 Max 以及兩部麥拿倫比賽時候嘅圈速，維斯塔本其實一直都能夠同兩部麥拿倫叮當馬頭㗎。就算係同策略嘅羅利斯，喺大家都有乾淨氣流嘅情況之下，羅利斯都從來冇大幅追近過阿 Max， 整體速度完全唔會輸俾兩部嘅火星車，而且喺長距離嘅情況之下，佢哋都冇大跌喎。咁睇嚟紅牛真係解決咗之前嘅胎耗問題喎，而且係喺熱天嘅時候都可以減少胎耗。咁係唔係代表佢哋嘅賽車已經追到麥拿倫呢？咁絕對係有咁嘅可能嘅，但係我哋都同時要諗到，
咁絕對係有咁樣嘅可能嘅。咁但係我哋同時都要考慮到賽道嘅特性因素。Imola 嘅賽道特色咧就係比較多快速轉向啦，以及彎道較快較短，注重嘅係前胎嘅抓地，反而注重後碌 traction 嘅慢彎出彎咧，反而注重後碌 traction 嘅慢彎出彎咧 ，Imola 就相對少啲嘅。而紅牛嘅賽車一直都係喺高速彎有優勢，紅牛嘅賽車一直都係喺高速彎有優勢。譬如比較下佢哋喺排位賽最快圈啦，或者日本往往都係喺有兩個高速 chicane 嘅。或者日本往往都係喺有兩個高速 chicane嘅 Sector 1贏嘅。咁但係更注重慢彎起油嘅 Sector 2，以及最後出直路嘅 Rebassa 彎咧係會輸嘅。咁而由於呢一條賽道係比較少長彎同埋慢彎出彎，咁根據 The Race 嘅分析，係會比較令到輪胎嘅表面溫度會令到輪胎嘅表面溫度升溫。咁如果控制得宜咧，就能夠防止過熱。咁但係過去嘅邁阿密站咧，就係要控制輪胎嘅。咁但係過去嘅邁阿密站咧，就係要控制輪胎嘅核心溫度。咁呢一點咧，麥拿倫就最拿手嘅。咁但係過去嘅邁阿密站就係要控制輪胎嘅核心溫度，而呢一點麥拿倫就最拿手嘅。咁所以就喺嗰場大勝啦。反而呢一站咧就冇優勢。咁究竟紅牛同埋阿 Max 呢一場嘅大勝係真係開發成功追翻嚟啊？定係只係喺特定賽道先至有優勢咧？就真係要睇多幾場啦。下一站嘅摩納哥咧就比較難睇出嚟嘅，因為賽道太獨啦。下一站嘅摩納哥咧就比較難睇得出嘅，因為賽道太獨特啦。而且就算係紅牛同埋麥拿倫啊，都冇，而且就算係紅牛同埋麥拿倫啊，都唔敢話係有一個有優勢嘅地方。西班牙站應該就最有指標性啦，因為佢既有高速轉向，又有長彎、慢彎加速。咁如果當時紅牛都仲係快嘅話，咁啊真係代表佢哋追到啦。咁當然啦，去到西班牙站就有另外一樣嘢可能會影響到麥拿倫嘅速度嘅，咁就係 FIA 嘅有形之手嘅介入啦。麥拿倫從2023年年初跌到近乎包尾，去到舊年成功奪得車隊世界冠軍，咁樣嘅大逆轉實在係非常之勁嘅，但係都同時引嚟佢哋係唔係違規嘅猜測。咁呢兩年講得最多嘅當然就係佢哋嘅彈前後翼啦，其中尾翼嘅 Mini DRS 令到 FIA 主動出嚟釋法，更加喺今年年初加強尾翼嘅彈性檢測，前翼嘅檢測亦都會喺西班牙站加強。咁但係喺呢一樣嘢之前啊，都係繼續有對麥拿倫賽車嘅質疑嘅。咁上一站都講過，咁但係喺呢個之前啊，都係繼續有對麥拿倫賽車嘅質疑嘅。咁上一集都有講過啦，以紅牛為首嘅一眾車隊對麥拿倫嘅尾剎車 brake duct 咧係有特別急。對麥拿倫嘅尾剎車導管即係 brake duct 咧係特別感興趣嘅，各種唔同理論滿天飛，講到話會裝水啊，去到所謂嘅 phase changing material。咁但係自從邁阿密站 FIA 主動檢查之後，已經正式確認麥拿倫嘅 brake duct 咧係冇，嘅剎車係冇違規嘅。咁正當大家以為爭議告一段落之際咧，
咁正當大家以為爭議暫告一段落之際咧，今場又有新消息啦。正當今場我哋見到麥拿倫好似戰力不如上場，俾阿 Max 嘅紅牛大勝嘅同時，有報道就指出原來今場 FIA 咧係有2個新嘅 Technical Directive 技術指引嘅。咁消息一出，好多車迷咧就好快有反應啦，話 FIA 係咪直接出手先至令到麥拿倫輸車咧？咁但係其實呢2個 TD 係咩嚟嘅咧？咁由於呢啲唔係公開嘅文件啊，咁所以都係靠場內記者問。咁根據 The Race 嘅報導，呢2個 TD 係根據 The Race 嘅報導，呢2個 TD 一個係關於剎車嘅，另一個咧就關於底板防滑片嘅物料嘅。咁據知第一個 TD 咧就純粹係透過上一站麥拿倫測。咁據知第一個 TD 咧就純粹係透過上一站麥拿倫剎車嘅檢查，解答紅牛對剎車導管規則嘅疑問嘅啫。咁所以麥拿倫理論上咧就唔需要因為一個新 TD 咧而修改任何設計嘅。另一個有關底板物料咧，咁其實都唔係新鮮嘢嚟㗎啦，都係防止有車隊為咗避免底板磨損太多被 DQ， 而喺量度位置出啲咩手腳咁解嘅啫。咁據呢個報導咧，據報道咧，呢一項咧可能會喺加拿大站有。據報道咧，呢一項可能會喺加拿大站有進一步嘅措施嘅。咁但係實際係啲咩咧，都係未知嘅。咁不過現時場內嘅共識係呢一次嘅2個 TD 其實對各隊車隊影響就好嘅。咁不過現時場內嘅共識係呢一次嘅2個 TD 其實對各隊車隊影響就好輕。不過現時場內嘅共識係呢一次嘅2個 TD 其實就對各隊車隊影響好輕微嘅啫。麥拿倫嗰邊更加話佢哋係根本冇因為咁樣而有任何改動添。咁所以呢一次呢一個有形之手就應該唔關事嘅。但係我哋一直話嘅西班牙站前翼加強測試咧，就真係有機會改變戰局啦。雖然麥拿倫嗰邊就一直話影響唔大啦，但係我哋所認識嘅 F1 工程師都話，單前翼嘅作用肯定比當日引起大家注意嘅 Mini DRS 多好多。因為 Mini DRS 最多咪喺直路快多幾公里，但係前翼咧係會直接影響賽車前後平衡，導致性能都會有影響嘅。據聞平治喺今場開始已經裝咗啱。據聞平治喺今場開始已經裝咗啱西班牙之後嘅前翼㗎啦。而佢哋今場嘅表現咧係開季以嚟最差嘅。羅素排位好，但係正賽完全唔掂。羅素排位好，但係正賽完全唔掂。Antonelli 更加由排位賽就已經唔掂啦。係咪關事咧？梗係。係咪關事咧？當然啦，平治排位勁。係咪關事咧？當然啦，平治排位勁，正賽胎耗大，而且越熱越唔掂，越凍越扭。當然啦，平治排位勁，正賽胎耗大，而且越熱越唔掂，越凍就越有戰力咧。基本上由舊年起已經係咁樣㗎啦，所以今場都係同之前差唔多嘅啫。而且都唔知佢哋嘅新前翼係唔係真係啱西班牙站嘅規格嘅。畢竟都冇機會檢查，所以其實都係喺未明朗嘅情況之下，大家估下嘅啫。總之西班牙站下個禮拜就係啦，到時咪睇下係咪真係有大變咯。今場韋斯塔本同埋紅牛睇落係有反擊嘅氣勢，但係佢哋都係有一個明顯嘅弱點嘅，冇計啦，都係佢哋嘅2號車手角田裕毅。自從日本站上位之後，雖然整體表現咧都係比阿羅神好嘅，但係其實佢都仲係未適應嘅，而且都睇得出咧都係唔係太夠信心嘅。之前主要咧就係速度跟唔到啦，今場就更加大鑊啦。
首先，佢喺排位賽前嘅練習已經投訴賽車冇 grip 啊，對部賽車冇信心，同阿 Max 嘅差距咧已經比較大㗎啦。然後去到排位賽 Q1，更加喺 Villeneuve Chicane 大炒車，上博上太多啊，令到賽車失平衡，賽車幾乎撞到反車。好彩人冇大礙，咁但係呢一樣咧，肯定更加影響到佢嘅信心㗎啦。佢事後都承認呢個係佢嘅錯誤嚟嘅。佢事後都承認呢個係佢嘅失誤嚟嘅。去到比賽呢一部趕工整好嘅車，肯定唔會係同阿 Max 一樣 spec 㗎啦。咁所以直接比較咧都冇太大意思。角田其實喺初段咧一直都冇咩進展嘅，因為佢一直都爬唔到 Bearman 嗰部 Haas。期間早換胎嘅 Oscar Piastri 曾經喺佢後面，車隊係有指示希望佢頂一下嘅，咁但係始終新舊胎嘅分野太大啦，基本上都頂唔到啲咩。咁好彩嘅係之後嘅 VSC 同埋 Safety Car 時機啱，令到佢得以賺到啲位，再喺賽道上爬到侯根堡同埋頂住咗艾朗素，總算獲得1分，算係個安慰獎啦。咁但係咁樣對紅牛爭冠咧都係冇咩幫助嘅啫。先唔好話咩車隊冠軍啦，已經比麥拿倫拉太遠啦，要爭已經好難㗎啦。咁就算係紅牛講到明重點爭嘅車手冠軍，現時韋斯塔本都係處於1打2嘅情況。角田或者之前嘅2號車手咧，都係唔喺一個可以幫手位置嘅。咁所以當麥拿倫可以好似今場咁樣，兩位車手用唔同嘅 strategy 去進攻嘅時候，兩位車手用唔同嘅 strategy 去進攻阿 Max 嘅同時，阿 Max 都只能夠單打獨鬥。唔係話佢唔得啊，只係話會難打好多咁解啫。咁但係呢一個2號位嘅問題又點樣解決咧？咁當角田嘅表現唔算好嘅同時 ，Racing Bulls 嘅 Isaac Hadjar 又唔錯喎，不禁咧就會令人聯想紅牛又會唔會想換人咧？咁但係其實呢個真係下策嚟嘅，真係啦，唔好再害人啦。因為喺缺乏測試嘅情況之下，任何車手去到呢個位都係好難嘅。咁所以更加合理嘅方法就只能夠係繼續俾角田時間，喺僅有嘅練習時間幫佢盡快建立信心。咁但係不幸嘅係呢一場佢有意外打擊信心之後，下一場咧佢係更加容易炒車 Monaco。咁但係不幸嘅係呢場佢有意外打擊咗信心之後，下一場佢係更加容易撞車嘅摩納哥，對幫佢重拾個節奏咧就更加難啦。咁所以各位嘅角田 fans 啊，都真係要有啲咩？咁所以各位嘅角田 fans 啊，都真係有咁所以各位嘅角田 fans 啊，都真係要有啲期望管理啊！隨時今場真係有撞或者 Q1 出局嘅。咁但係之後嘅西班牙站咧，就應該係一個好嘅 benchmark 啦。咁但係之後嘅西班牙站咧，就應該係一個好嘅 benchmark 啦。係大家長年嘅測試場地，角田應該可以有啲好表現嘅。咁但係都真係唔敢抱大嘅。角田應該可以有好啲嘅表現嘅，咁但係都真係唔敢抱太大嘅期望啦。因為紅牛絕對只係會集中喺阿 Max 身上，角田會唔會有新嘅零件咧，都要取決於阿大佬。譬如上場角田喺撞車之前啊，要喺排位賽，譬如上一場角田喺撞車之前要喺排位賽換新嘅。譬如上場角田喺撞車之前要喺排位賽換舊嘅頭翼，因為阿 Max 嘅新頭鏟壞咗啊，咁就要用。因為阿 Max 嘅新頭鏟壞咗啊，咁就要用。因為阿 Max 嘅新頭鏟壞咗，咁就要咗阿角田嗰個，咁就無可厚非嘅，畢竟嗰個係爭冠嘅唯一希望。咁但係對角田嚟講，適應難度就更加大啦。咁究竟喺呢一個3連賽之後，角田嘅表現會唔會有起色咧？咁究竟喺呢一個3連賽之後，角田嘅表現會唔會有起色，可以跟到阿 Max 咧？定係繼續都係咁樣，令到紅牛又再動起換人嘅歪念咧？韋斯塔本應該短期內咧都未必會有隊友支援㗎啦。咁但係全部集中喺佢一個人身上咧，都仲可能係好事嚟嘅。正如佢老闆 Christian Horner 所講。正如佢老細 Christian Horner 所講，馬倫有2名實力車手，但係肯定而家係各懷鬼胎嘅，有機會各自拖對方後腿，最終令到阿 Max 漁人得利。現時頭3名嘅分差都只係22分啫，賽季仲有17場，絕對係有排鬥啊！
大家又覺得呢個三頭馬車邊一隻馬會跑？大家又覺得呢個三頭馬車邊一隻馬會跑出呢？咁今期節目差唔多啦，再提下大家，我哋嘅今期節目差唔多啦，再提下大家，我哋6月26號係會包場睇 F1 電影，有興趣嘅朋友就記住去資訊欄裡面嘅報名連結報名啦。最後都問下大家，你哋覺得摩納哥站會係紅牛定係麥拿倫跑出呢？定係會有騎兵殺出呢？總冠軍之戰或者日本係唔係會有機會反擊呢？歡迎大家留言講下嘅。好，咁就係咁多，好，咁就係咁多，我係阿飛，我哋下次見，拜拜。好熱啊！噏咗30分鐘。佢剪就1倍嘅，就咁啦。平時錄音就係咁樣啦。好，就係咁。